个做嘛该无，俺唔买啲个练嘛个八家将啊，买啲个练武功哦，俺迄啲个跳 flamenco。做乜今日去跳呀 flamenco 喏？因為俺公司啊有辦一個才藝表演比賽，故說我聽說可以參加一下。韓國啊，俺有一個跳 flamenco 太師等級的欣賞，因為伊身材又好，跳舞又強，韓國又強。哦，故說俺聽說我來參加一下，等下俺嘅獎嘅欣賞，聽聽就我來了。哦，有冇來嘞來嘞？耶！欣賞耶！來嘞！我真正嘅欣賞來嘞！欣賞啦，我會欣賞嘅。我叫滿意練滾嘢，我叫跳舞唔看。係啊，好啊，你同我新抱嘅。好，好，好，準備開始。1、2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哦，嗰啲拍咯，嗰種同啊，我跟我媽共用咯係。啊，冇乜看 Q 用嘅。妒忌嘅係咪？給欣賞 Angel 嘅顯示範模式後再過來練習。好啊，冇問題啊。好，韓國嘅味道唔係韓 T P 做嘅呀，西班牙嘅料理哦。係哦，我好食咯。嚇，唔該好食就會發現到我做到冇當好呢，用解啥？我嗰時候係有牙，如果做到唔好。冇想過 Angel 自家嘅版本，自家嘅風格。好，從下來看啊，阿強會同易容記來做出來嘅西班牙海鮮煲飯，愛準備按農民嘅材料哦。今日啦，我做嘅係西班牙海鮮煲飯哦。韓國吼，今日又係麻煩到五神吼，人哋啲仙女吼，我來同佢聽數了。我搶時的切菜啦。夢想講今日就搞本你切菜，韓國正經全部就係菜類嘅。因為我做呀西班牙嘅料理，故所以我有獨到嘅蒜呢，韓國蔥頭，嘅我麻煩易容記留蒜呢，然後佢切到幼幼，蔥嘅咪係咁樣切到幼幼。好，哎呀。太蔥頭做得切切好以後，各位大王還用切，佢就會變小丁這樣子。韓國呀，鳳凰椒就攞佢切一塊咧，細一條一條咁粗嘅，一條一條還用就好誒。故說你愛先處理內烘，蒜內好誒。蒜內好誒。好，蒜內就攞佢切，而且油。嘿，做得，做得。你吃鹽嘅方式就好誒，你較強爽嘅方式就好誒。我頭都看到有特寫，特寫讓我有點緊張，可能要切得夠正齊。冇啦，其實煮做的人，會切太快嗎？唔會啊，我平常時做料理，我就會知道，強爽就好，我知道唔是正經做到很到底，也係講。當好食，其實我唔敢講嘅做嘅料理有幾好食，不過就係我自家食嚟包含個係懵懵嘅安尼。因為自家嘅口味啊。係，因為我咪係太后嘅時節，剛開始有啲嘅學煮飯。因為太后時節啲都不會水糊嘅。也係人嚟切啊？係，先切切咧，等下將個大王就做得切幼幼。好。故說你咩冇對我標準太高哦。唔會。基本上係有一些嚟做簡單版本的，簡單版本，它唔會按複雜嘅西班牙海鮮燉飯。因為自家如是的做。好，曬好了，你技術先我來切呀，太熟慣咧，切一片呢。我知道自家做料理有一個清好嘅好處，就係你做得不用動到你自家好食嘅料。係，像你自家做嘅馬鈴薯蘑菇啊，應該咩不用動到蘑菇。大概炒下一路滿出來。用張魚膏醃啊。係啊，有唔是嘅冇衝都不按貴啊。冇唔錯。好，其實我家下煲嘅差唔多幾件少嘅，我做得先撈嘅蒜呢先不用落來。好，係香捱來不用。好啊，跟我來切好嘅啦，你來炒，不易炒。一度點。好，我來切，然後蒜呢先不用落去，先炒啊。因為一開始做料理青蔥油一開始嘅鋪就係愛偏香，偏香當蔥油啊，按用尤其係按用西班牙式嘅料理，要貴嘅油啊，都會有蒜呢，韓國蔥頭按用嘅香味。
嘿，好，给你先倒落去。我等下切啦，伊唔离都掉。我来切，日本。下第一摆看到安尼吃这份天幕炒的呢。嘿，其实天幕的东好用，不过我特别注意啊，底部嘅内部啊，我用呀这个304不锈钢的。哦。我用不锈钢的，按用张做得吃只拿来煮东西，有香的吼。嗯，有味道吗？有味道的，真紧动香。我以前本特色杂个煎饼。好，我葱头好诶。好。我冇切动油，太开就好。然后给冰落去。哦，很香哦。嘿，然后给炒一下。好，按用炒啊，有米汤以后，你就做得老鸭海鲜冰落去，来了冰呀。好，下锅下去。哦，很香哦。有香吼。嗯。韩国係安尼縮骨落去。韩國其實啲其他的西班牙嘅料理可能會加白酒。嗯，对，白酒。不過其實喺台灣咪有東好嘅料理酒啊，就係誒米酒。對，通常我做鴉片料理，我唔會特別去買什麼白酒。哦。除非講我屋企有度好生唔提嘅，我就會加落去。希望嘅方案其實就用米酒。嗯。通常我也好嚟拿米酒，好，嚟倒落去。好。里面有海鲜呐，不用一系列酒啊，加个米汤，那个会它出手跟米汤香味就会本起状态。嗯。好，晒好了，你这里来开始调味了，就係人家講啊，雖然啲西班牙嘅料理會用嘅貴嘅番紅花，不過會係用呀紅椒粉，因為等下還會加番，古時我會加下豆豆嘅。哦。會同番芎下煮。哦，沒黑過熊哦。嘿，韓國呀，這是薑黃粉。好，看來誰有過薑？嘿，我是有識凍薑。沒有炒啊嘛吼。嘿，炒啊。那女神就是不一樣，連炒東西都會很優雅。咩？看起來都係唔會煮菜嘅。哦，真然看起來很優雅，但是我做得再個加一些的米酒。好，晒好了，係呢這個紅黃椒，然後給冰落去炒啊。因米酒安尼沖爽了，有時把我注意感覺。真嘅你酒量唔好哦。還可以。真嘅好，按樣炒就差唔多，因為我做呀薄飯呐，其實呀唔是真嘅炒到蒜末上嘅，因為等下還會再個整一遍。因為有一些從整飯嘅感覺，故所我會拿出嚟嘅內包嘅，等下 enjoy 我留所有嘅東西變到內包，韓國呀天包嘅我拿去洗啊，就用整嘅。故所因為料上全部都是小鳥胃，我比小鳥胃大一點點。嗰陣我煮一比米，然後佢洗好以後啊，就再攞佢倒落來。你做得用一般嘅水，沒做得用那個罐頭高湯，像我呀就是高湯的部分。然後出隻老高湯倒落去，差唔多一比。這個刻度一呀，就係呀一比嘅量。然後佢倒落去。好，看一下這個刻度，差唔多含少一些咧，冇相干，做得加水，再個加一些水末，全部都是高湯，加一些些的水落去。好，味道，按樣就做得咧，好，一陣下就做得撈幾片的料，撈佢全部倒落來。好，等一下還忙調味，我撈佢加鹽。好，青米來先加一下鹽。好，我下倒一些些咧。好，好嘅以後人家綁鐵。好。你呀剝產本嘅。好。攞佢夾起來。好。好，等下哦，我洗一下。拿上來。好。好，攞佢倒落來。可能你做真係很簡單嘅。係啊，其實當簡單啊。好，故所呀天鍋嘅呀，夾拿去洗，以後，等下就做得老呀，呀部分嘅部分，呀放來。都用呀了。好，因為我留貴嘅米湯本佢攪完，故所多啲都可以小可以留佢攪一下。其實因為西班牙部分係出隻
用煲嘅來煮嘅，營養冇咁用，係用呀飯用蒸嘅方式。好，按用等下，然後天煲嘅細槍，然後也再個放到天煲嘅底度，蒸好按用就做得食了。期待哦。好。在一邊。好，好，先地帶下，好，帶下，轉重來，數，下來，個向開杯，差唔多，都在食飯呢。天煲嘅好誒，都是動搖嘅啦。天煲嘅上如果上面咯。係呀，有看到冇？哦，愛香哦。係呀，來看下有西班牙嘅米湯喎。嗌湯夾菜。可能都肚臍嘅。真嘅吼，嗌家下動作以前就幾件肚臍嘅啦。好，呀，快嘢，行個拿飯，嚟炒啊。有冇？其實係吃到做的呢，係啊，自家做就係呀，海產啊，做得不用動到，因為嗌當好食呀，用鐳動到嘅料理。肉食女，青好生油。我看起來係當天空啊。係啦，係當天空，不過油下多一些些咧。好，按樣就做得來食飯咧。好，來食飯啦。耶，來食飯啦，有西班牙嘅感覺。好香呢。真嘅好，因為嘅那個薑黃粉的味道。有呀，海鮮嘅米湯啊，有到呀飯底度有嗰種鮮涼嘅米湯有出來，真正有海鮮哦，有海鮮嘅米湯。好新啊！真嘅好，好食好，有西班牙嘅米湯冇？有哦，雖然係台南嘅米，唔過有西班牙嘅米絲。真嘅哦，哇，當飛起，好食。米嘅時就做得來跳舞嘅啦，哎，還有一粒飯。唔是飽，我繼續跳。我硬係跳一下，等下再過來食啊！難得做安尼嘅衫。係啊，係希望有上到像公主樣嘅。係啊。如果裡面可以一件縮小腹。係，其實有種團會過係。係，難怪你就唔敢食飯。跳嘅10公年就會冇胸了，因為你10公年肚子就會東變，到時候再走下散腹啊，捱啲嘢啊，嗰時捱做得健康呀，方面個可能捱就做得冇食按到飯。有可能哦，都上腹啊、拳啊，做個個輕啊。好，都會提上去㗎，會食下手就會。哦。